3個被指過度收集個人資料嘅客戶積分獎賞計劃，包括華潤萬家嘅積分卡、萬寧嘅 Man 卡同埋屈臣氏集團嘅義賞錢。私隱專員公署發現，計劃收集顧客嘅身份證或者護照號碼，聲稱用作客戶登入網上服務嘅預設密碼，或者換卡嘅時候作為身份確認。專員認為係冇必要。預設密碼好簡單啦，即係其實喺呢個我哋睇到呢個3個獎賞計劃裏面咧，喺嗰個佢哋個運作方面啊，其實佢哋仲有一個係後備嘅，即係如果你唔用呢個身份證號碼做預設嘅話咧，你自己用翻自己嗰個電話咧，一樣係上到網用到個服務，其實即係是但一樣都得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又點解一定要攞人身份證嘅號碼入咗佢個檔案呢？咁樣真係睇見係冇需要咯。公署只係向華潤同埋萬寧發出警告，因為兩間公司喺調查期間已經作出補救，包括剷除已有嘅資料同埋停止收集。不過公署就向屈臣氏發出執行通知，批評集團仍然違規。蔣任宏認為集團冇盡全力改善，令人失望。我哋問嘅問題咧，佢就未話能夠咧跟翻我哋嘅時間表去回應啊，好多時都要將我哋嘅死線咧係要拖延落去啊咁樣樣。同埋我諗佢哋嘅態度就係佢哋好想我哋好清楚話俾佢聽，即係要出到報告書先得啦。咁就係話究竟佢哋違反咗咩規例呢？屈臣氏集團就回應指唔同意有違反私隱條例規定，認為集團對於公署嘅查詢一直採取合作態度，並喺公署所定嘅限期內回覆。集團對於公署嘅指控深感失望，積極考慮對執行指令提出上訴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道。